盐水护壁工提供的5度碳配有没有？观音下环，花灯是观音下环。太子宫丙申科罗天大将，今年太子宫罗天大将你看，这么多桌子可以排那个贡品了。今天礼拜四普渡到礼拜六，那可能最后2天哦。还有请兵花园歌仔戏总团要来表演，台南市议员赵坤元先生宴请，可能会配合立法委员陈天辉小组，在礼拜五晚上10点还有国庆级的烟火秀。